位牧长、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！感谢主，今天是阳光非常的灿烂，然后我们继续的来做新万永生教会这边的水利工程。今天我们就会把这些水管接到上面的水缸，然后会从水缸那边再接这些水管下来，然后会把水引到我们整个教会的范围。然后今天这里完成之后，我们会继续的带领教会里面的会友同工弟兄姐妹，以及村里面的这些愿意参与的朋友们，一起会在外面这边继续挖那个放水沟的这些水沟，然后会把水也是引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，每一个有2000公升容量这么大的水缸，把它连起来4个水缸等于是8000公升的水。那我们上去看看。走着人生路，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，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，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你爱，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